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的痛苦，分为六：地狱、恶鬼，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痛苦，分为六，地狱、恶鬼、狂生、人、阿修罗，天人，以地狱之苦。那前面就是第一个讲的就是地狱之苦。然后地狱的方面呢，就是分为18种嘛，地狱之苦，地狱分为18种：八热地狱、八寒地狱、禁边地狱、孤独地狱。地狱的这个种类相当区域，也可以这么讲。每一个区域当然有每一种不同的痛苦，但是一个地狱当中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的痛苦。整个讲到就是整个的地狱呢，就是分别为18种。18种呢，就是从怎么说，从那个痛苦最少的地方到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就是18个层次。所以叫18种地狱。这个里面呢，就是先讲就是八热地狱的部分。八热地狱。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已经快5点半了，然后就我们八热地狱的部分是在8月1号。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六讲八热地狱的部分。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点的事情要问你们。然后现在不是5点半，是4点19。4点19。现在4点19。不是5点多吗？我还有5点半了。好，继续讲。不好意思啊。讲八热地狱。八热地狱是从一开始从等活地狱，逐渐下到无间地狱之间，层层类类，像房屋一样。这些地狱中间和周围，所有的地方，全是燃烧的铁地，脚一接触便被烧焦，无有丝毫安乐。在火石自然的界域内，只有炙热而已。等活地狱。这个上面我们就看这个本身在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呢，就是能够可以根据我们人类的这个智慧范围，能够我们可以所理解的一种方式呢，这样的一个范围。那相当就是说从那个灯火地狱是不是？复活地狱，对，复活地狱到无间地狱之间呢，就是层层粒粒，就是相当就是在像房屋一样，房屋一层一层的，就是一样的概念。那么就是因为房屋一层一层是我们很容易听得懂嘛，所以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并不是说是一栋房子一样的大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相当就是一个世界下面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下面一个世界，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来说的话，因为地狱的众生的数量跟我们人类的众生的数量去看，那就肯定就马上知道，就不是就像几栋房一样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人类的众生和恶鬼的众生，畜生的众生，还有地狱的众生，这些数量的分别来说的话，也是整个的地狱是
就是相当就是一层一层，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就这样的，就是上下层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大概的概念可以这样去想。至弘的语境中间，地狱中无量的众生，由于业力感召，犹如暴风雪般聚集在一起，也是由于嗔恨淫业感受这样的同行等流果。所有的众生相互之间，如同见到主要的仇敌一样，互相生起嗔恨心而争斗，手中拿着由业力幻化的兵器相互打杀。前部时候从空中传来愿你们复活的声音，所有的众生立即又复活，并又如前面一样斗争，争斗是吧？对。然后又死又复活，轮边交替，极其痛苦。寿量，人间50年是4大天王的一天。这里非常重要啊，这个你们一定要因为这个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所以你们也是要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我们要平常都要想下地狱。很多人说啊，下地狱就下地狱，怕什么？很多人会都这样说的。这种人，我也是有曾经听说过的，遇见过的。哪种人？就是修行人里面都有这种说的。那么这些修行人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因为我们比较接触多的是藏族跟汉族嘛。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但是我们像我的话，自己的语言能沟通的2个民族就是藏族跟汉族啊，所以接触的也是最多的就是藏族跟汉族。所以但是藏族人里面就没有遇到过下地狱是不怕的下地狱就下地狱这种说法，但是汉族的居士里面真的有碰到过下地狱就下地狱嘛，就是怕什么那种。那种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讲任何一句话，讲不出来任何一句话。突然一个人有这种的想法的时候，就只是变成一个思维，都是想一想，为什么这种人会这样想？可怜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步？完完全全就是那些人，因为当然知道，因为我们遇到的都是佛教徒，就是佛教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那些人就这样的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为了他的生活，他不这样说的话，就他生活不下去吗？他的工作没有了吗？都不是啊，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是有些金刚师兄之间的摩擦的问题，就嗔恨心控制不了，自己的嗔恨心控制不了，相当于就是我们在很简单的话讲到，就是夫妻，就是有些人的动作怎么说呢？想不明白，或者是在过去做了一些少许的一些功德，然后就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些人说到本身他们的起心动念肯定不不好，所以就是没有得到他所谓想要得到的这种怎么说呢，出报吧，所以就身体就是有嗔恨心，所以就是对一个团体，甚至对一个寺庙，或者是对一个修行人，或者是对一些的金刚师兄，这种事情是多所以这种事情呢，就看一下。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课的时候，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地狱中的这些痛苦是什么样的，而且时间是什么样的。所以要下地狱就下地狱，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话敢不敢讲？以后的话也是遇到这种时候呢，就是要用这些的正确的这种知识来，能够可以引导大家。因为我们弘扬佛法就是利益众生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故事里面，最殊胜的故事就是法的故事所以我相当就是我自己也一样，到了台湾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语言都
不怎么能沟通的情况下，也是很喜欢做一点点的那种讲法的动作。为什么？因为法的故事是最殊胜啊。语言沟通不了，到现在也一样，我的中文程度是非常差，而且呢，就是讲课我对这个佛法也不是什么特别懂的什么佛教的学者那些都不是，但是一个修行人自己在一生当中所知道的这个部分，很喜欢讲给人家听，这就是法的故事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考虑，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考虑过什么，没有考虑过他人有没有消化过，都有没有说你说错了，或者是你不懂法，或者是你的语言沟通不好，你的中文不好，你讲的不对，这些完完全全没有考虑过。今天如果说我手中有一个好的东西，我就很愿意送给人家，送给人家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就是说对我说什么，我都一点都不在乎。人家就说你送这个是有什么目的，你就是这个什么样子，可能当然就是从实践的金钱来说，今天如果是我手里有很多钱的话，我就随便布施给人家的话，那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欢喜，但是很多人觉得就浪费钱，或者是不懂珍惜钱，或者是你送这些是有什么目的等等，肯定是人是会有很多的想法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所以看最主要呢，就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一定要正确。所以我们在这里学的时候，这些地狱的这个实践也好，它地狱众生的数量也生命的这个什么说呢？实践这些是对我们人类众生的这个1年365天以这样的一种计算的方式去算的话，那到哪一个层次的地狱的这个寿命的时间可以算得出来？到了哪里就是算度根本就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方面，大家心里要明白一点的话，就非常好。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仔细的看一下。那我每次都是讲课也是一样的，有一种概念，第一就是要做一点点法的故事，所以很开心，非常的严谨。第二来说吧，也是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所以一起跟师兄们一起可以学习的，这也是一个机会，所以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嘛。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也好好的慢慢的就对这个方面要仔细的看一下。30天为1个月，12个月为1年。四大天王所在的天界，500年是等活地狱的1天，人类的50年是四大天王的1天，对吧？我们人类的50年是四大天王的1天。那么从四大天王的1天，这样四大天王的30天作为1个月，12个月作为1年，四大天王的500年是等活地狱的1天。那么这个我们计算到那个换算到人类的年的话，那是多少年？16653点。我们如果是堕入了所有的地狱里面最轻的、寿命也最短的地狱，就是等活地狱、复活地狱。那么我们到了复活地狱的话，那我们的1天是人类的多少年？1万多少年？人类的多少年？这个上一次我们有算过复活地狱，他说如果地狱众生需要他们的500年，我们后来换算下来是要16653.125亿年，所以是10000亿年，以人类的10000亿年。而且它的寿命来说的话，就是怎么说呢？这样计算等活地狱30天为1个月，12个月为1年，使地狱众生需要感受500年的痛苦，500年的痛苦。那一个众生的寿命是你说人类的多少年
万亿年，就16000，刚才念的那个16653.125亿年。125亿年啊。16653.125亿。好了好了，好就这样，所以呢，就是非常可怕嘛。它的寿命就是500年。黑神地狱，阎罗狱卒们把身体如柴进般的地狱众生带到炙热的铁地上，在他们的身体上用黑线划分为4份、8份、16分、32分等，然后用火红的铁锯锯割，锯开后马上有粘合复合，如此反复感受和破各的痛苦。数量，人间100年是33天的一天，33天的1000年是黑神地狱的一天。此地狱的众生需感受长达1000年的痛苦，就是它是1000年的寿命。然后就是来到那个热贴的地基上，热贴的地基是什么？整个的地狱，不光是一个区域的，就是巴汗地狱以外，巴热地狱的整个的就是那个地，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地全部都是泥土的地嘛，但是地狱的整个的地就是热贴的地基，不是泥土的地基。哎呀。好，这个算不起来吧？不敢算了。我们算了复活地狱之后，就再也不敢算。所以这个以后一定要算一下，用那个你们有那个机器吗？计算器吗？没有，我怕计算机不够算。万亿年我已经不敢算。众合地狱，地狱的无量众生，被关在如大盆地般的铁臼里，狱卒们挥舞着大如须弥山般的铁锤捶打他们。所有的众生哭喊着，众生嚎苦什么叫声是吧？嚎哭喊叫。嚎苦喊叫，在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恐惧中死去。在这举起时，他们又重新复活，犹如前面一样感受痛苦。此外，在山谷中，相对的所有的山变成自己以前杀害的鹿子、黄羊、山羊等动物的头像。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只写了3个动物。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所杀害过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可以这么想。这里面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你没有杀害过那个鹿或者是那个黄羊或者山羊的话，那其他都没有问题。就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只要是我们伤害的一只蚂蚁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换500次的生命是完完全全是需要的。平常我们很多人就是问，就是相当就是做皈依的时候，就是问杀生皈依了以后，就是接杀生的这个国，也要收这个不杀生的这个戒律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对这个方面就很重视，好像就没有皈依或者是没有受戒的情况下，杀生是不必被因果一样的这种想法，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对的。那么就是破戒的完完全全就是破戒的完整的一个就是要怎么说呢？那个被一个杀生的戒的话，它就是有4种条件，就是相当杀生的过程当中具备了4种条件的话情况下，完整的就是被一个这样的杀生的戒。但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的情况下杀的这些一切都是一样的，会有罪过的，罪过是一样的有的。这里面所讲的这些罪过都是会有的。但是你破不破戒这个方面，你
受了这个就不杀生的戒以后，杀生跟不杀生这两个是会有一点点的区分而已。那么是要具备4种条件是：第一个要知道对方是一个动物；第二个要有想要杀死它的起心动念；第三个真正的做了杀死它的动作，用武器也好，用药物也好，用毒也好，用什么，反正就是要真正的去杀死它的这个动作。第4个他已经断除生命，而且是他断除生命是自己的生命没有断除之前断除了他的生命，就是因为你杀死他的原因，他断除了生命的话，那就完整的具备了4个条件。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完整的背一个杀生的戒，背一个杀生的罪，而且是在我们修持的这个戒里也不存在就是破戒了。但是如果是没有具备这些一个条件的话，就不完整的，但也是一样的背业。相当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的蚂蚁，不小心踩到的那种小虫，也是一样的背这个因果的。因果是有，但是就大小是会有一点点区分。所以我们人类不能以为是自己没有造太大的业，所以就是不修太多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种想法是万万不可以有的。所以我们修持佛法呢，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自己的过去在这个轮回中跟过去的这个因果是什么样的。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必须得要懂得害怕，懂得放下造业的一切，跟行持修善的一切善业，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主要的那个用意。如果都没有办法这样的改变的情况下，修行与没有修行是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修行？那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自己的过去是什么样的，造了多少业，到现在在轮回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流到轮回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要下地狱。那么我们如果要下地狱的话，那刚刚就是仅仅在这里面讲到一些地狱中的真实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又一次又一次的感受这些的痛苦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可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我们从对这个轮回产生一个出离心，我们要能够可以有一个想要获得休息的一个心。在轮回的过程当中那么痛苦，那么辛苦，不断的在造业，不断的在感受痛苦，我们要得到一个身心可以休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可以能够得到休息。所以就我们要重视这个我们修行那个学习佛法是必须得要起这样的作用。哎呀，到哪里呢？到那个山羊等动物的头像，他们的矫健燃火是吧？并且脚低脚二相斗，两善相合璧，地狱的无量众生地狱的无量众生由于业力所产来到了此三件是吧？三件。两山互相障斗时，这些众生全部死去。山分开时又复活，犹如然后又如前一样这是三件诸极大的痛苦。受量人间200年是夜摩田的一天，夜摩田的2000年是众合地狱的一天。此地狱的众生需要感受2000年的痛苦，所以这些说明的时间是根本没有办法计算对我们人类的这种计算方式来说到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不对？对。
对计算机没有办法算，完全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就算出复活地狱。所以我们就人类的智慧也好，科技也好，各个方面到现在发展到什么样子？很多人说，哎，释迦牟尼佛这里说的有点不错哦，就是跟科学有点接近。那很多人也是会这么说，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想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一个佛学者来说的话，那就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还不错，现在科学跟人类的这种文化也可以说是发展到什么样的，就是从这些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嚎叫地狱，此地狱的众生在无门的炙热铁室里受着煎熬的痛苦，并且想到从这里无有解脱的时候，就猛烈地大声惨叫。寿量人间400年是都摄坛的一天，都摄坛的4000年是嚎叫地狱的一天。此地狱的众生需感受长达4000年的痛苦。自本作人着康着我